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，我係肥仔輝。咁今日講到黃大仙靈籤第22籤，咁呢啲籤咧講陳妙常思春嘅，咁呢啲籤咧係一支下籤嚟嘅。咁個故事講述咩呢？我哋先講4句籤文先啦。秋水伊人各一方，天南地北恨遍長。相思試問憑誰寄？不盡凄涼枉斷腸。呢個陳妙常思春呢個故事，亦即係所謂坊間叫陳姑追舟嘅故事呢，其實有2個版本嘅。咁我先講第一個版本先啦。今日咁第一個版本就係咧講陳妙常呢，其實係一個都幾孤苦伶仃嘅人嚟嘅。戰亂呢之後呢，佢就冇咗屋企啦，咁跟住一路喺度奔波啦，就直至有人照顧佢。後尾呢，佢就做咗尼姑嘅。咁佢喺尼姑庵裏面做咩呢？咁佢一路做尼姑好正常啦。點知呢，就有個書生嚟讀書，咁相傳嗰個書生呢，就叫潘必正，咁亦都可能係一個普通書生啦。咁呢個書生呢個讀書嘅時候咧，讀，咁佢喺度照顧呢個書生，咁慢慢孤男寡女共處一室，過咗好耐之後呢，佢哋就咩啊？佢就日久生情，就有咗感情啦。咁但係陳妙常係尼姑嚟噶嘛，尼姑又點敢輕易犯戒呢？咁所以咧佢就一路心裏面暗暗咁中意佢，暗暗咁中意佢，直至到個書生走咗啦，搭船走咗啦，佢先至深明自己原來我係咁中意佢嘅，咁就去追呢一個人，但係已經追唔到，書生已經上咗京啦，以後亦都冇翻嚟揾陳妙常，所以呢支係支下籤嚟嘅。即係話咩啊？你心中所想，你一路想知，你自己認唔清、認唔好，最尾乜都冇晒。咁呢個同上一支籤武則天就唔同咯，係個女人好傷心，乜都冇晒。但係如果你係男士呢，其實可能你本身一個窮弱嘅書生，冇呢個女士幫你，你都唔會成才嘅喎，冇機會上京考狀元嘅喎。所以如果係男士，可能就有人會幫你啦。但係站翻在陳妙常嘅立場，就係人財兩空啦，自己心情唔好，亦都咩都冇。呢個係第一個版本。第二個版本，我輕輕講兩句咧。原來陳妙常同潘必正咧係中間已經係無媒苟合、暗懷鬼胎噶啦，咁亦都珠胎暗結啦。所以佢有咗小朋友。到佢走嘅時候咧，佢先知自己有咗小朋友。但係嗰個潘必正即係當時嗰個書生啦，已經離佢而去，佢亦都唔想耽誤前程，就唯有自己焗住。咁你知以前噶啦，如果你自己有個肚，又冇男人，又冇結婚，咁可能要浸豬籠噶嘛。咁當中就有一個人咧出嚟幫手食咗隻死貓，而一路幫佢之後咧，嗰個人係中意陳妙常啦。當然亦都佢哋冇一齊嘅，以兄妹相稱，就好努力咁捱咗好一段時間，到好多年之後。